嗱，波叔咧出咗財政預算案啦，咁話俾你聽咧，1換1呢一個政策咧正式取消咗啦，連首次登記稅嗰幾萬蚊咧都冇埋啦。咁咧，例如 Model 3啦，最 common 啦，24萬9係今日嘅車價，聽日咧就變咗40萬啦。而嗰15萬嘅優惠咧喺今日仲係生效嘅。咁各大車行咧已經講咗啦，嗱12點前咧灰姑娘咁樣啊，我咧就仲開放俾大家聽，你可以過嚟去落訂買車，仲有個優惠㗎，過埋今晚就冇㗎啦，變翻原價咯喎。好。咁如果你係諗住今日買車嘅話咧，你咪即刻 show 買就搞掂啦。但係如果你本身都諗住未諗掂喎，啱啱先開始諗買車喎，咁又點算咧？係咪即刻衝去買咧？嗱，不如咧，我 share 一下2年前我哋嘅經驗俾大家聽下啦。嗱，政府2年前咧收緊個1換1呢個計劃㗎，當時咩玩法咧？當時就係所有車行同今日一樣，開到12點，歡迎大家去購買，享有呢個優惠㗎。而且鋪天蓋地同大家講咧，你過埋今日咧就變翻晒原價㗎啦。結局就係咧。過2、3個月咧，車價就慢慢全部回調翻晒，咁而且咧出啲新車款俾你，又出啲新價單掉俾你睇㗎。好啦，而家啲車行嘅電動車競爭咁激烈，咁啲價係咪會企到咁硬咧？嗱，如果你唔急住買車嘅話，你嘅睇法又係點咧？